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的本土病例，是一个住伫台北市大安区70多岁的查甫人，伊因为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不幸死亡。市府已经派人到伊徛家附近消毒，防止主要的传染来源鸟鼠搁再四界传出去。环保局来到卡真个案徛家附近，针对半径200公尺内做消毒导游到灭鼠，伫现场也确实看到鸟车出入。北市卫生局公布今年第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本土确定病例，是一名北部70多岁男性，有慢性病史，无国外旅游史，1月初出现下喘发烧，为长道等症状去急诊，过长工，症状加重，过去看病，诊伫加护病房。1月13不幸因为败血症并发多重器官衰竭过身，经过通报检验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。因为个案主要活动地是徛家，家属也表示，厝内有鸟车活动加混食，环保局已经第3站完成4科会的清消作业。卫生局提醒大家，平时一定要做好防暑。如果有发烧、头痛或身体不舒服，请赶快就医，也记得跟医师说明接触史。北市卫生局也伫2次针对个案带做伙家庭做采检，血清检验是阴性无感染。个案徛家4科会鸟鼠检验是阳性。疾管署表示，汉他病毒症候群是人畜共同传染病，伫自然界的传播宿主是鸟鼠类等动物。人若输着也是接触互带有汉他病毒的鸟鼠类排泄物，也是分泌物，或者是家着伤，都有感染的风险。汉他病毒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，会导致全身出血、肾脏衰竭、高烧不退、头痛、全身酸痛等症状。这种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哪边，其实只要人多的地方有养到老鼠的话，就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清扫的时候，如果有看到鼠迹，不要立刻去清，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用稀释的漂白水泼洒在那上面。大概经过30分消毒之后，才去清理。疾管署呼吁，若是无要互鸟车来，无要互鸟车大，无要互鸟车食，是预防汉他病毒上有效的方法。一定要注意环境中鸟车可能入侵的路线，尤其防火巷排水设施、甲十部队拢是鸟车族群活动的所在，一定要加强环境清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